世界氣象組織是宣布，今年的6月到9月，聖嬰現象發展的幾率是有到80%。那是上界差的狀況，恐驚會發展做強聖嬰。那是到全世界燒熱、燒風、燒影、靠寒、做大雨，災情可能會更加嚴重。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初二宣布，今年6月到8月之間，全球出現聖嬰現象的幾率達到80%，因為延續到11月的幾率也接近，甚至是超過90%。這增加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風險，對人類的健康、生態和能源都會造成壓力。We can also expect an increased risk of extreme heat with higher temperatures and shifting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dding further stress on human health, ecosystem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systems. 在17世紀，秘魯漁民頭一間觀察到聖嬰現象。某一寡年份的耶誕節前後，太平洋的海水會特別溫暖。聖嬰現象的期間，原底對東邊吹向西邊，將溫暖的太平洋海水掃向亞洲的信風會開始減弱，甚至吹翻頭。這時溫暖的海水流向美洲，和中太平洋、東太平洋的海域溫度升懸。進一步就會改變海面上的大氣狀態，徹底改變全球的落雨模式，會當在某一個大洲引發大水，煞在另外一個大洲造成可汗。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預測，2020年到2027年的聖嬰威力有到67%的幾率會演變做強烈或者是非常強烈的等級，也就是人講的超級聖嬰。因為世界氣象組織是預估威力達到中等以上。L'intensité d'El Niño, elle dépend de plusieurs facteurs. Le moment de l'année où il intervient, la vulnérabilité des pays. Et donc, d'après nos modèles, enfin nos prévisions, les centres s'accordent à dire qu'on aura un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va aller d'une échelle de modéré à fort. 聖嬰現象會將太平洋的熱流慢慢投放到大氣當中，這波熱流會引發全球的氣溫創下歷史新高。專家預測，2027年會成做有記錄以來上熱的年份之一，甚至有可能會拼過2024年成做歷史上熱的年份。聯合國是呼籲各國在針對極端氣候趕緊想出對策。The only effective response is climate action equal to the crisis. Ending the addiction to fossil fuels, accelerating the shift to renewables, protec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deliver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all. 聖嬰現象出現，會大大有關區域的整體氣溫。台灣今年的熱天面臨着高溫甲熱流的幾率，也明顯提升。另外，因為風颱形成的位置會較偏東邊，在咧海上吸收熱能的時間較長，那接近台灣演變做強烈風颱比例也會增加。因若是有鋒面風颱過境，短時間內引發極端大水害幾率也會變大，較高會造成市區嚴重積水。關新聞，金冠慶編譯。